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4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啥物新闻重点。高雄市小港区的3元能源公司透早爆炸大火，有12个员工3个警消受伤，环保局发出空警报，爱附近民众先莫出门。内政部今仔派上千个替代役去分嘉南救灾，台南有3000外户无电通用，7个民众因为点蜡这大火不幸过往。今日第6日汉光41号演习，海军今仔伫高雄左营外海进行防御性部队的演练，总统赖清德嘛去视察。来看台年的子公司3元能源科技哦，伫高雄小港的全台湾头一座超级电池的工厂，伫今仔透早5点外熊熊爆炸，4个拢是烟哦，员工是赶紧疏散，有12个员工甲3个警消人员受伤，因为拢是锂电池哦，火是真恶，完全拍花。消防局、佮环保局佮继续伫现场监控洒水来降温。市政府是真烦恼讲会有毒的气体，所以针对小港7个里来发出警告，提醒民众门甲窗仔都爱关好严，先莫出门。一大阵警消人员来到火场，拄穿好装备要救水线，现场线熊熊传出爆炸，瞬间乌烟火青升过来，大家赶紧向外靠藏。小港区这间电池工厂14透早5点外传出爆炸大火，消防局随出动46车91人前往拍火，员工伫第一时间拢顺利走出来，无人受困。过程中拢总有12个员工甲3名警消人员送病院，加在拢是轻伤。员工讲，因拢是大夜班的，唔知影火是安怎烧起来的，不过有听到爆炸声音。就有一些擦挫伤。前面有做一些，前面有一些小爆炸吧。电池其实说这个安全性上面的话是蛮危险的，所以说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彻底的调查，然后杜绝以后发生相关的事情。因为火烧的是锂电池的成品区，消防局派出机器人伫火场转水降温，环保局也派人伫周边侦测空气品质，虽望厂外检测拢无超标，不过早起厂内部分也是有测到氢氟酸，佮加上火烧的乌烟已经影响到小港7个里的空气品质。市府也发消息通知民众，爱关门窗，暂时唔通出去外口，因为惊锂电池会佮烧起来。目前消防局也持续伫现场转水监控当中。县长跟周界都没有检测出相关有毒性化学物质。那你用检资管在现场去检测，也是没有检测相关的氢氟酸或其他相关的物质。虽然火打熄了之后，它因为这个元素的关系，还会在不断的在复燃，所以这是它最困难的地方。但是基本上都是用水，出水线把它降温，然后让它的热能挥发完之后，那就可以火势就可以熄灭掉。受伤的15个人中，有13人已经出院，市长陈其迈强调，伫咧找出导火原因进程，会要求业者相关的锂电池制停全部停工，后续也会用上严格标准来追究相关责任。对此，3元能源科技回应，会配合市府相关单位调查，针对意外造成地方的不安，因也感觉真失礼。记者柯家族、柯兆阳、高雄场报道。但那是风台重创嘉南地区哦，各地是路畅畅。内政部今仔开始嘛派1350个替代役去台南嘉义县市个云林县来救灾，协助民众来恢复家园。台南到今仔早起11点，有3300外户佮无电通用，台电嘛搁会抢修。雨衣滴落，替代役人穿雨衫。陪同文旦龙扣予大风吹落的文旦，刷落来个协助清运。风彩高达进入第9日，已经获电的所在，民众开始整理家园。以早地方政府会协调国军协助，不过即摆拄到汉光演习，国军无法度支援大量的人力。内政部紧急调派替代役人协助，包括台南、嘉义县市甲云林县，人数达到1350人。最主要的工作当然是协助我们这次损失最惨重的柚子捡拾落果，还有清扫环境这部分。多来到了6成还有一小部分来灾区帮我们那个减轻不然第一时间真正拢唔知要安怎去处理这足感谢咱国军的这弟兄不过受到风灾影响，还未复电的所在，也有客家北门7个顶地，到达已经9日，也有3342户停电。就是讲，我第一时间出来巡，我会当个载交通锥，把那个道路用好，卖下大家危险。但是8、9天嘛，至少先来把它扶正嘛，安尼下大家先路会通啦，卖危险。台电人员继续部分人来抢修，也互外界感受到第一线人员的辛劳。客家地区都有台电人员13暗去食饭，民众就直接付钱，也无留名，互台电人员真感谢。
他已经快离开了。他知道是台电的人员、工程人员现在才来用餐，他很感动。然后他就出门的时候就拿2000块给我，请我处理给那个台电人员那个就是买单。他说不用，他就挥手就赶快离开了。风灾升到中南部，网络上也有民众号召大批职工协助，有志出钱，有力出力，唔望会当赶紧恢复家园。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南阁有3000外户已经失电第9日了。昨伫台南的七股有民众点蜡烛做光哦，刷回烧厝不幸过往。昨台南市长黄伟德去七股勘查，有民众想要定情，说防阻挡。昨日暗时7点外，台南七股的这个徛街熊熊都会烧起来，消防队员接报了后，来到现场赶紧抓水。不过伫内底老婚人员不幸消息。无心风尘受困屋内，不幸命丧火场。本文局后续依程序报请台南地检署司法相验。你停电点蜡烛对？有啊，拢无得啦，来这个翕，唔得开窗仔门。婚人的后事讲，因为进前风台影响，七股部分所在是拢停电。暗暝末为了照明，民众只好伫个厝内底点蜡烛，发现导火时已经被火抢救，徛街拢互火烧了啊！不过详细导火原因，由等待调查人员来调查。台南市长黄伟哲13到七股西寮也有会影来勘查。当地民众讲，因为停电，冰箱内底物件全部歹了，到暗时除了点蜡烛，更加电话热到失眠，互因感觉是真困扰。我都安尼甲讲过，无安那，别人有电，咱无电，总感觉足艰苦的对。这时有民众反映，原先想要向市长定情受灾情况，不过和其他人动起来。后来一讲话，伊就讲：“你点哪，你唔捌啊？”我已经被吼第2次了，这次我才大爆炸。那一天总统来，也有人跟我说：“你放心啦，人总统什么拢会做啦，你免去讲遐济啦。”我连问问题的资格都没有吗？正台电赶紧伫个抢修复电，不过伫沿海地区原先是种真侪马花乌，可是因为风台影响，地基啊拢倒去，马花乌嘛要定种，复原之路也真久。像这些花，这些可能就是要去处理掉了哈，这些花就要重新种了，没有办法再复育掉，所以这变成我们需要面临的一个很大的课题。农业部统计，受到丹那市风台甲西北大水雨影响，造成农业产物也个民间设施损失。到13下晡1点，大约是25亿5489万，其中台南市损失上多，已经超过9亿。有关等待地方中央协助灾民甲农民重建。记者综合报道。云林虎尾的大塘所辖的工地伫风台时2解掉插头，电缆线一寡工具拢互偷摕，损失10多万。工程单位已经报案，警方嘛调监视器在追查。有一个人身躯顶拍到电缆线，对工地上架行出来，抑个四界上惊互人发现，背后有一寡人对工地内面行出来，也拢有搬电缆线。云林虎尾大塘所辖修理工地，风台过了11个准备要施工时阵，发现电线工具被偷摕，损失超过10几万。偷摕去的，本来规排拢是钱啊。哦，啊，这边拢加死啊，20万的加死拢是这，他说搬的嘛。所以因拢知影，才有坑。是，较早捌去卖做，才会知影。施工单位讲，调工地监视器发现，自初5透早就3个人走入去工地内面，甲电缆线、器材等10几项物件偷摕走。吹切风台来进前，又有人入去内面偷摕，因已经报案，由警方调查。经调阅现场周边监视器画面，追查可疑嫌犯，目前正积极侦办中。警方呼吁。施工单位应加强防窃措施，贵重设备应妥善上锁或移至安全处所，避免宵小有机可乘。施工单位讲，这款器材拢有小可藏起来，一般人伫咧短时间内要找到搁偷摕走，无遐容易。怀疑是进前伫咧工地做临时工的人偷摕。警方表示，伫接到报案了，已经扩大调现场周边的监视器，积极追查。公司新闻综合报道。伫这个月初9开始的汉光41号演习，今日早起10点海军伫左营外海来进行防御性暴力的演练。总统赖清德嘛去视察，伫外海来布置水雷，是为着要阻止解放军登陆。水雷就亲像是海上的路障，会当来拖延对方作战。水雷它不只是武器，还是一种心理战的工具。布雷作战如果能让敌对的势力明确知道它的存在，就能达到嚇阻的效果，进而让对手改变行动。这比实际引爆还更具有价值哦。
总统赖清德和国防部长顾立雄登上快速布雷艇1号艇来视察水雷的布置作业。海军的教官是解释讲，布置水雷重要是为着要阻止解放军在空战了后被顶岛来进行登陆作战。水雷就亲像是海上的路障，唔免开伤侪钱，嘛较歹移除，所以会当来延迟对方作战的决策。这是无对称作战能力的应用。再来看汉光41号演习第6日咯，今仔是进行滨海战斗的演练，早起伫南口的国小来模拟解放军登陆，利用炮弹打击敌人的地面部队，嘛来进行自我防卫的战斗演练咯，甲正常的救护。另外，宪兵演练首都的防卫，今仔透早嘛利用捷运来演练。这届演习嘛出现美军援助咱台湾的刺舰飞弹。后备部队藏在校园的树林内底，接到敌军来袭，马上操作105榴炮准备接战。紧张了操纵火炮流程，4门炮同时开炮。汉光41号演习已经来到了滨海暨滩岸战斗阶段呢，而陆军的2登陆旅炮兵营模拟共军这个登陆了北部地区之后呢，出动了1.5榴炮支援前线作战。汉光41号演习第6日，也是自空六旅全旅教调的第10日。国军乌起强军大规模登陆，上臂军队伫前线交战，后备部队已经加组集战力，伫后边支援用105榴炮打击敌军。后备部队也进行自卫战斗演练，城市无人机进入战场环境，透过放红色烟雾，代表看到敌情。调员快速赶去战处位置，交互掩护，继续向前。根据战场环境运用遮秘密变化写的姿势，过程当中也加入重情的情节。调员爱自救指挥，提悬战场综合率。我这次也是第一次经历14天，加上演习期间的教招，所以这一次的训练规模会比以往的来的有些复杂。临兵中弹之后，要知道说自己怎么去做包扎，以及临兵怎么去做掩护，然后这样保存战时最高的兵力。这一次教招中所更新的一个射击姿势的变换，那在这个障碍物的部分会采取跪姿、卧姿以及立姿的射击。第半名宪兵部队全副武装出现伫台北市区街路，赶紧进入集运站。汉光演习今年有关聚焦首都保卫战，针对强军可能突袭进行重处，宪兵执行兵力部署专用演练，利用集运伫地面下骹快速机动支援市区各个位置。宪兵会车厢出站，讲的武器因人注意。这是美军援助台湾的人营在刺舰飞弹，伫即派操演提出来，应随时执行基站防空任务。宪兵指挥部表示，透过实战化训练，验证军民整合机制，运用这军等设施部署，增加战场准化准性。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仔透早，台北市大东区承德路2段赤峰街附近熊熊失电，计共有2400外户受影响，嘛包括金华酒店。有旅客甲失电的状况铺上网络，讲对头一届来台湾的亲情是真歹势。台电是表示讲是因为地下高压电缆线故障才会失电。金华酒店大停电，应该不是只有我们这一间吧？旅客甲手电开开，伫饭店的房间内底顺一连。14饭店过，拖咧饭店煞熊规个暗面网，原来是停电啊！来电！后来电总算来啊！旅客想要先走去1楼避难，不过电梯内底显示的号码煞规个乱糟糟，互伊惊一跳。根据了解，这个旅客原底是要带伊头一届来台湾的外国亲情来住金华酒店，想要到煞拄到这个情形。金华在我们心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标，然后是以前的古王嘛，所以就是会觉得说他对他很有期待。聊天聊一聊，然后突然全黑。我们一开始会紧张说，怎么可能？就是台风天台北都没停电，然後突然間就是没事，然后还住5星饭店，然后停电，就真的就是有吓到，很害怕说是会发生什么事情。当然吓一跳啊！我以为出了什么问题，我就最怕鬼了。根据了解。毋若是金华酒店，代志发生伫咧14饭店过12点13分，为台北市大东区承德路2段赤峰街、南京西路甲中山区的天祥路等迄块地拢受到影响，拢总有2413户失电。金华甲老爷酒店拢有停电。因为台电的地下电缆故障，随即
办理那个转工还有抢修的工作。那大概7分钟之内，我们就复电了70%，大概复电了1847户。那其中金华酒店我们在事故发生后1分钟内我们就复电了针对这点，金华酒店强调讲，停电的原因是台电的高压电缆供电无稳定所致，当咧请台电提供跳电的证明文件。另外，旅客嘛关心有味的电力哪会无启动。金华酒店讲，是因为停电的时间仅1分钟了后，就随恢复供电，所以无需要用到有味的电力。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的轻便铁路彰发生通车以来上侪人受伤的意外，伫昨暗头5点外，一台大货车违规驶伫轻铁的路线，甲一台列车相撞，车顶内乘客甲货车的驾驶拢受伤送病院。轻铁列车将要驶过路口，因过有一台大货车双硬要过铁轨路，两台车拢做伙，轻铁列车车头前东方玻璃规片拢碎去，大货车的车头也拢甲毛起变形。列车行经英雄路口，列车为绿灯通行方向，大货车自列车左方驶入，司机员虽然已经紧急刹车，但仍与货车发生撞击。车祸发生伫海边路甲英雄路口，高雄职员讲，列车无牌码，会锁入去机场内面检修。因过代志发生迄当阵，车顶6个乘客甲货车的驾驶拢因为撞击受伤。好佳在拢5知影人，其中6个人包括货车驾驶在内拢送病院治疗。警方初步认定是因为货车驾驶王庆南无照规定让大众接运系统车行过。王男行为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第1项第17款，处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款。并王男涉嫌违反刑法第184条过失妨害公众运输行驶安全罪，将于警询后函请地检署侦办。轻铁伫暗时7点5分恢复由南往北通行，不过这件意外也创高雄轻铁通车以来受伤人数上最案例。高雄轻铁通车甲搭沿线59个路口发生过几路件意外。2月初就轻铁列车正要过路口时阵，一台无依照停靠违规倒来的轿车撞到。3月也因为司机誤神，列车过站无停，结果高马路转来月台，造成交通大乱。不过民众需求愈来愈悬。高雄轻铁每班车的营运时间自12开始延到暗时10点半，第一天营运规天的总运量要到4万人次，表示轻铁也是真侪人爱坐。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嘛是车祸意外，伫台中的潭子拜5暗时有一个有心的妇人驶车伫等红灯的时，或者驾照驶车的警察去弄到后斗加在这有心的妇人无受伤。台中市的警察局是表示讲，这个警察会封记一支大哥，卖封调离原本的单位。后壁这台车去弄到头前这台车，这个虽然无造成人员受伤，不过也互驶前车的这个姓林的有心的妇人惊一个。警察到现场处理，发现后车驶车这个人也是警察。来不及啊，稍微转身去而已，小车祸而已啦。觉得不 OK 啊，就是警察们也知道酒测有多危险。罚款有多严重，撞死了多少人，他们还做这么危险的动作。代志发生伫昨日暗时9点外，台中潭子贯通南路甲复兴路口，伫台中和平分局连一个4线警察无注意到头前白色的轿车已经伫咧停等红灯，虽然有动车，也是弄到。辖区的台警分局依照规定进行酒测，酒测达确认是超过标准，也甲4线这警察3号地检署去侦办。本分局原警依规定到场处理。蔡南之经检测有酒精反应，酒测值超标，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也这4线警察所连接的派出所气氛是无啥好，当时也讲一切依法处理。和平分局也讲，虽然经过一再宣导，也受当人感觉未拄到未发生，除了将当来量处，也对救这个相关主管的责任。依公共危险罪移送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地检署预知无保遣回，全案已进入司法程序。本分局立即行政惩处从重，记忆大过，并调整服务地区，令相关人员考监责任均依规定议处。进行进一步的调查之后呢，必须要进行汰除这个员警，以身试法。你要市民们如何能够遵守法治？因为你们身为执法人员，你们自己都做不到。你今天再来临检我，你一点说服力都没有。啉水洗车防治团体讲，对去年11月到即阵，台中已经发生包含之前有4件警察啉酒洗车案件，除了呼吁爱对源头管理，嘛要加重这警察的法则，才法度确保相关事件莫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
立法院专业委员会今仔继续进行大法官洪提名人的审查，因为立法院伫顶礼拜三读通过要普发互民众现金1万块的法案。国民党立委是问洪提名人陈志阳，这个法案敢有违反宪法第70条？伊是认为讲有争议哦。民众党的立委是问伊针对死刑的立场，伊嘛强调讲尊重死刑的存在。另外，民进党的委员问伊讲，现在保护令敢有空芳？伊认为讲，就爱针对案例立法来补强。立法议会顶礼拜5才3读通过普发现金的案件，这次就成做立法院专业委员会审查大法官被提名人案件的焦点之一。因为外界质疑增加有损可能违宪，国民党立委陈玉珍就追问大法官被提名人陈志阳的见解。问讲普发现金法案是不是违反宪法70条？立法院主张是预算，是法律案，是法律案。行政人认为是法律里面有涉及到实质的预算编列。那请问这个是法律案还是预算案？这个特别条例，这个就是有争议。民进党立委林国成是关心社会讨论真久的死刑的议题，强调死刑一直管就袂输敢若是一个废死，问陈志阳死刑存废的立场。大法官还要兼顾基于国民主权、国民的情感及价值共识，所以我在这边可以理解，也认同死刑的存在，而且有感同身受。民进党立委郭耀情是关心新北土城教牧台车案等案例，看出保护令对保护被害者人权可能也有缺失，但最终认为对实际案例用立法来实际补强对受害者的保护效果。基本上这些漏洞的填补，并没有违反比例原则，赞成在这个部分要更针对实务上的这些实例来补充法律的漏洞。陈志阳强调，以做会考试委员，坚守行政中立，也对宪政体制有正丰富的实务经验。若是让将这宪法的守护者，会奉献家己的力量，进一步甲理论甲实务相结合。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开10月1日起的新竹棒球场拄开始使用的时，捌害球员受伤。市政府送到国外鉴定报告嘛显示讲，这个球场是无达到安全的标准，即卖已经改善2档外路，阁还未完成。民众党的立法院党团早起甲教育部告体育署去现场会勘。花了12亿的棒球场变成烂尾楼。当初一开始的时候，找了一个劣迹斑斑的绿油油来拿到这个工程，现在这个劣迹斑斑的绿油油，不仅不肯负起责任，好好的完成改善，现在是透过司法诉讼在拖延程序吗？把政府的公权力当什么？针对民众党考察新竹棒球场，新竹商办发言人林志坚嘛批评讲，民众党伫新竹已经执政3档了，棒球场有不法会当去提告检举，现主时应该赶紧施工，互新竹棒球场甲停车场会当恢复运作。再来看迄3场的离合机，今日订胖按算8月23要公投，反协团体向中选会申请要成立反恐的办事处，望讲会当伫电视发表会也是辩论会来表达意见。反协团体嘛公开呼吁提出公投案的民众党的立委黄国昌会当出面来辩论。反对核战重启，反对老旧核电厂继续服役。环保团体来到中选会头前发出诉求，因为8月23就是佛山厂重新启用公投的投票日。中选会表示，无论是同意还是反对公投，双方拢爱有才会来举办辩论会。提出公投案的民众党是由党团总调黄国昌来成立公投办事处，徛伫反对立场的环保团体则是来交反核联署书，要来向中选会申请成立公投反对方的办事处。伊嘛要求中选会得赶紧审查，望伫咧辩论会顶头针对核能安全、核废料安全处理等等的问题来辩论。核电继续使用迄是足无公平，咱这世代无公平，咱区域无公平，咱族群也无公平。咱是爱先成立办事处，了摕到这文号了，咱才有法度来去推荐咱上电视辩论的人选。
屏东佛山厂自号机则伫5月中停放。立法院5月20岁就三读通过重新启用的公道案。有律师就指出，佛山厂伫1978年起做40多年前的建物，面对地动耐震的设计无够较全，除了建筑有安全的疑虑，佛山厂阁起伫断层带下底也有沼气，若是要重新启用，实在真危险。伊指出，即马国际拢真关注再生能源，发电能源已经毋是优先选项，呼吁台湾嘛要赶紧转型。咱有即对厂商，伊要把物件卖到全世界去啊！全世界有真侪国家，其拢足重视迄气候的问题，所以咱感觉，若是真正要做，应该是用再生能源。过去佛山厂就捌发生过几若件的核案事件，其中核电厂历来上严重的二级核子事件，就是发生伫佛山厂。若是佛山厂要继续放互当地民众甲环团是拢真烦恼。环团希望公道会当透过电视发表会，还是辩论会，互双方的意见拢通互社会听到。记者卢尚珠、郑春友台北报道。国际新闻来看，印度伫过去一礼拜做大水哦，北部佮西部拢有水崩山，目前是还未有通报有死伤，也毋过路袂通，有真侪农作物拢淹掉，农民是要靠无目屎。另外，伫西班牙加泰隆尼亚拜六礼拜嘛，因为落大水雨做水灾，有2个人失踪。怪手趁雨壳细时阵赶紧动工，这条路因为山壁崩落，车无法度过。伫过去一礼拜，印度大雨落袂停，到13北部加西部有一寡所在灾情是正严重，溪水满出，山顶的大水冲来，几多条路车無法度過，尤其旅遊計劃受影響。6 बजे से हम यहाँ पे रुके हुए हैं और बोल रहे हैं कि कोई आने जाने का रास्ता अभी खुला नहीं है, सब बंद है और शाम को 5 बजे खुलेगा। और हम पैकेज में हैं तो हमारे वो वाले पैकेज जो है उसमें आज का मनाली एक्सप्लोरेशन था वो कैंसिल हो गया। 印度真濟農民的種作攏是靠天公伯落雨灌溉，不過這幾年雨落傷多，排水系統佫無好，定定做大水。伫古吉拉特邦西部的巴納斯坎塔有一個所在大雨落規暗，農民種的土豆規攏浸入個水內底，真唔甘。 दिया और फिर से मैंने मूंगफली लगाई तो फिर से पूरा खेत भर गया है तो हाँ बहुत नुकसान है फिर भी उगेगा नहीं मूंगफली ऐसे पानी भरा रहेगा 4-5 दिन ऐसे पानी पड़ा रहेगा तो फिर भी नहीं उगेगा 另外，西班牙加泰隆尼亞庫維利亞斯因為拜六落大雨做大水，有人失蹤。13早起看到直升機伫咧天頂來來回回搜救。 根據失蹤者的厝邊講，看到因和大水沖走去，尾仔就無看到人。西班牙國家氣象局伫11暗發布幾多遍紅色警戒，了後有幾多條路甲邊緣就做大水。加泰隆尼亞消防局伫社群媒體打文，有接到200多通報案的電話，趕緊派直升機去搜救。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譯。 法國總統馬克宏昨宣布講，為着要因應洛西亞恐怖主義加網絡攻擊等威脅，法國伫未來2檔會增加65億歐元，大約是新台幣2200億的軍事預算。馬克宏是強調講，二戰以來自由毋捌受到這麼大的威脅。伊講要保持自由，就必須愛互人會驚嚇，所以國家就愛愈強。 在法國國慶節之前，法國總統馬克宏向軍方高層發表演講時指出，雖然法國即馬公共財政責案有關固定的擴大國防支出，伊宣布2026年國防預算會增加35億歐元，2027年會增加30億歐元，總共增加65億歐元，合代表差不多2200多億，增加差不多6%。馬克宏強調，為1945年戰爭結束以來，自由毋捌受過這麼嚴重的威脅。 Et au fond, soyons simples. Pour être libre dans ce monde, il faut être craint. Pour être craint, il faut être puissant. La nation, pour cela, doit être plus forte. 馬克宏目標是伫伊第二任任期最後一年，也就是2027年時陣，將年度國防預算提高到640億歐元，差不多代表2.18兆，這是伊2014年就任總統時陣年度國防開支310億歐元2倍。也指出，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中東地區衝突，加美國增加不確定性和歐洲面臨危險。Les bombardements sur l'Iran, les combats entre l'Inde et le Pakistan, avec sans doute l'un des combats aériens de la plus grande intensité des dernières décennies. Les à-coups dans le soutien américain à l'Ukraine, la guerre commerciale entre alliés dans ce même contexte. Oui, nous assistons au retour du fait nucléaire, de la prolifération des conflits majeurs.
美国总统川普最近8月明讲，提关军费比例成员国6月才达成共识，将核心国防支出目标为2%调降到3.5%。不过，若法国要达标，年度预算会超过1000亿欧元，达成的难度是真高。公司新闻陈伟珍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去年在做事时，或者20岁亲手暗杀了，一档过去了。美国国会嘛提出调查报告，指出讲是因为特勤局少年时发生错误，才会出代志。嘛认为讲特勤局应该受到严厉处分。去年7月13日，迄当时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川普伫宾州选举造势时，遭到一名枪手开枪刺杀，枪支飞过伊的耳孔。除了川普之外，现场还阁有一位民众遭枪击，另外2个人受伤。20岁枪手也当场遭到特勤局狙击手弹死。即马1年过去，美国参议院公布调查结果，报告中指出，特勤局出现一连串的事故，才会发生这件暗杀未遂的事件。佮批评特勤局的行动甲反应未当观众，佮较要求爱对特勤局采取佮较严厉的违纪处分。At President Biden's direction, an independent review of the incident will be conducted, one that will examine the Secret Services and other law enforcement actions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the shooting. I'm very upset. I can't say for sure who's behind this, but I'll tell you what. It's only going to cause more division in this country because of the people that support President Trump. 另外，报告中也指出，这并不是单一的错误，而是官僚體系的冷淡，欠明確的應變機制。因為國際安全防護的幫忙，才會讓這件原本會當避免的事件發生。更較讓人感覺想無的是，特勤局竟然無對這點明確的威脅採取行動。報告中也提到，規個事件應該有6名官員受到處分，不過其中2個人所受到的處罰，竟然比國土安全甲政府事務委員會所建議的也較輕，而且無人互開除。現任特勤局長關蘭是伫聲明中表示，伊已經接到這份調查報告，並且會繼續配合調查，推動實質性的改革措施。公司新聞新羅貝編譯。来看台灣伫日本關西世界博覽會8月7日開始，會來推出為台灣文化伫台版的活動。這屆計共是有129場的演出。文化部以描述的文化來做主題，結合科技甲傳統的名俗，要讓各世界各地觀眾來親身體驗台灣本土的文化。新將在台頂用現代舞的方式來跳，甲台灣頂頭的精神結合導影、燈光和音樂，帶觀眾入去一個神秘的描述文化，呈現出來科技、信仰和傳統的對話。因為一般的它可能就是以傳統的出陣去演嘛，但我們希望是結合這當代舞去柔合傳統的神將。這是文化部伫咧8月7日到8月20日伫咧日本關西世界博覽會，準備要登場的拼場藝術衝擊表演。這屆台灣攏總有38組的藝術團體，549位藝術家去到日本關西做129場的演出。文化部希望透過台灣的廟宇文化，讓世界認識台灣。我們國家跟日本沒有邦交，可是我們的友誼非常深厚，所以我們終於取得能夠進到這個正式的大阪世博的那個廣場做表演。文化部表示，雖然台灣無法度正式以國家的名義參加世博，不過因為台灣和日本的關係真好，得到日本各方面的支持，所以才會當有這麼多活動。下星期也列做大會正式的表演項目。另外，這屆因為文化預算無夠，又導演吳念真和滅火器主唱游大正發起為台灣在世博看見台灣的募款活動，剛才37點鐘就成功募到612萬的台票，因為台灣人的團結。才有機會用文化藝術的形式，讓台灣文化徛起世博的舞台。記者鄭選林曉凱台北報道。最近常常發生行動電源盜火意外，台鐵甲高鐵公布新的規定，要求旅客行動電源都愛站佇身軀邊，袂當放佇行李箱仔內底。也毋過因為交通部無相關處罰的規定所以只會當先宣導。今年4月，高鐵發生一站旅客放佇攀野的行動電源，向向別人起着火意外。因為常常有行動電源家己燒起來的狀況，為着安全，台鐵甲高鐵攏公布坐車的指引，旅客行動電源應該紮佇身軀邊，袂當放入行李箱或者是架上托運。我會配合，對，這是大眾的安全性的問題，不是個人的安全性，是大家的安全這樣。你放隨身攜帶的背包，
你在游玩的时候，你随时可以拿行充充嘛。可是你搭大众运输交通工具拿行充的话，可能就是怕会有问题。行动电源伫飞轮机家己掉毁，威胁到飞行安全的事件也常常发生。台铁甲高铁最近1年以来也发生3件意外。对此，高铁表示，旅客载的物件若可能有危险的时，应该放伫看会到的所在。若准旅客使用也是保管行动电源无细致造成毁载，有关需要负相关的赔偿甲法律责任。也那台铁表示，现行铁路法规定的危险物品无包含行动电源，敢若会当用可坑的。我们是有请旅客要这样子做了，因为，法律上是没有办法强制嘛，现在只能劝导，因为罚则是交通部定啊，我们不能自己定啊。台铁强调，虽然目前法规并无将行动电源列作危险物品，但是过去几件事故显示，若是无好好保管，就可能造成意外。高铁也透过网站、车站的看板，也有列车的走马灯等等，呼吁旅客注意行动电源使用的情形，来维护旅客运输安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北市卫生局抽验市面的菜蔬果子有52件，是有13件无合格哦，包括韭菜花、高赞塔、酸叶拢验出农药的残留，榴莲哦，佮验到讲有重金属超标。卫生局是强调讲，会来加强源头的监测，嘛来辅导农民哦，对产地来把关食安。花开真鲜的菜蔬果子煞被验出农药残留。台北市卫生局5月抽验市场、超市、卖场这所在，发现52件抽验的菜蔬果子，有13件无符合规定，无合格率高达25%。农药一定有的，只是自己回家就要泡水啦什么的，就处理一下。挑蔬果，我比较喜欢挑新鲜的，所以我不会去超市买，我都在传统市场买。卫生局针对高风险产品加过期无合格产品加强抽验，即摆无符合规定的有韭菜花、高赞塔、芹菜、酸啊、莲雾加菜豆啊、酸叶，各验出1项到2项残留农药超标。另外，还有2件榴莲产品重金属镉含量超过标准。镉这一项呢不是第一次，以前也有其他产品有检出镉。那这个部分依照食安法是要求业者要先期改善，那我们呢会在改善期之后会再进行相关的一个抽验。那如果还是不符合规定的话，就会依法裁罚。事实上，去年9月到11月，菜蔬果子抽验无合格率嘛高达34%到37%。每日东北食一个巴肚内底，该做好源头的食安把关。农药残留若超过法定容许量，已经违反食安法相关法692条。已要求抽验地点下架，不得贩售。那产品如果是来源在外县市，我们也已请当地的卫生局进行调查。抽验不是结束，是开始调查落实管理。卫生局表示，落实源头的田内底检测，家己的产地加强辅导农民。伫前的时阵，正确用农药，将有效减少农药残留的问题，互民众食了安心。记者综合报道。国家卫生研究院甲卫生福利部桃园病医合作，伫医护人员的身躯会当挂一种无线网络的追踪器哦，会当来知影讲医护人员出入病房敢有洗手消毒。嘛讲透过 AI 的管控，会当来减少病院内底的烧化，这嘛是全球首创，嘛适用伫咱台湾的新技术。2021年1月新冠疫情期间，卫生部桃园病有一位医生，敢若伫咧照顾确诊的病人了，无做好手的卫生消毒，造成大规模疫来感染。为了要强化相关的防治作为，桃园病甲国家卫生研究院合作，开发全世界第一个透过物联网 AI 监测系统。只要医护人员挂一个蓝牙追踪器，就让知影医护人员是毋是有做好洗手加消毒。我们担心医疗人员会有一些惰性的一些问题表现，所以我们是要去实际的去侦测说，他的确去接触到病人，他是不是有确实洗手。研究团队讲，蓝牙追踪器是一种被动式的监测技术，会让伫咧医护人员入去监护病房了，是毋是有确实的洗手。摸过病人或者是病人周边的环境了，是毋是有遵守规定，单洗手或者是淡洗手了，才离开病房。所有资料拢是用网络传到分段资料库分析。研究证实，医护人员洗手的行为准确率有72%。比较挑战的就是说，不可以透过镜头、影像的方式来做一个监控。那
在加护病房里面也有很多其他很严格的这些医疗器材的设备，所以我们在做这个系统的设计的时候，确实遇到很多的挑战。研究团队强调，这项创新的医学工程检测的过程，拢无用到摄影机监控，也无侵害隐私的疑虑。若是当协助医疗院所管理医护人员手部的卫生，会当降低病人院内感染，也个提高病人治疗好势加存活的比率。以后将会技术转移，扩大推展智慧医疗照顾发展。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小医的讲有钱食免哦，无钱免食，免去哦是真有价值。这届风台大雨嘛，造成家己布袋饲的免去是死真济。有渔民哦饲35000斤的免去，拢惊死，损失是超过500万。河边满满白色的所在，拢是惊死冰岛的免鱼。阮阿的主人讲，因遮阁有饲乌鱼、沙巴鱼，风台过了后拢无代志，就干那这两区免鱼全部冰岛，计用35000斤。因为它是石手科的鱼，它耳腔内有耳石，那耳石会跟声音产生共鸣，所以它会直接刺激它的脑部神经。如果说那个声响超出它能够接受的范围，它就会晕眩，甚至严重就是死亡。渔民讲，这种高经济价值的鱼仔已经饲3档，原本伫风台来进前，已经有家人讲好要用1斤100个的价格，互人来收。想袂到一个风台过了后，两区的鱼仔全部死去，损失超过500万。两个加起来大概是35000斤，35000斤的150，养了3年，那个成本不敢算，因为电钱啊，还有人力啊，还有饲料费用，就像乌鱼一样。养到快要收成的时候没了，我相信那个的损失都已经是到最高点了。渔民表示，免鱼对养殖环境真敏感，为鱼仔开始饲，若有啥物死角煞，就会造成损失，成本甲风险较悬，所以才会有钱食免，无钱免食这句话。饲免鱼看天食饭，拄着风台心花全部乌有去，渔民无奈讲，即马有钱嘛无便通食。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来看台中哦，有规排透天厝，才搬入去3档尔，厝就起去，门哦、佮窗仔拢关袂捌，排水坑的水佮倒激。住户是指控讲是隔壁的新建案施工造成的，警方是强调讲经过检测并无安全的疑虑。台中市的都发局表示讲会要求警方来加强施工的安全。门手小准落，门就会家己开开，毋然呢，疫情的排水坑水嘛袂落。水若济会规个溢出来，互居民真困扰。它塞的话，水会从这边溢出来，整个还有后面的水口。台中龙井上水街即间透天的，规排厝拢总8户，拢出现起气甲必顺的情形。住户讲3年前开正清白买透天的，毋过边仔的建案动工了后，因的厝就开始各样。他们在施工的过程中，就是那个在正地基的时候拔桩之后，我们房子就倾斜了。头前就咧，阮较知影阮的厝倾斜了，叫因建商甲咱扶正，嘛住户要求隔壁建案的建商，都要补强恢复原状，甲做相关的修复。建商回应讲，建物经过土木技术的检测，确实甲施工有因果关系，毋过无安全的疑虑。我们施工中多少有些造成啊，那这些技师工会那些鉴定报告里面，我所有的金额啊，都已经有代名在里面。那他们现在用这种不理性的方式，想要把金额拉到更高，那这个我们还是依法处理啦。建商讲有诚意赔偿，不过双方对金额无共识。市府表示，这件影响厝边的事件已经伫建筑争议事件委员会咧审议，建商的结果已经完成，不过还未发使用的执照。法院提存完之后，我们才会准他做完相关的申请使用执照的后续程序。目前还没有申请，执照还在列管中。都发局表示，这个案会照检定的结果，按无共损害提出赔偿金。因那离差不多750公尺的所在，嘛有一栋大楼当咧起，地处隔壁的透天起去。因为这两搭离无偌远，都发局讲，敢是因为地质的关系，才会引起影响厝边的事件，还阁要确认。不过，这个案是因为建商施工的过程当中引起公安的问题，都发局除了下令停工，嘛甲罚18000块，而且加强要求建商确保施工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宜兰南阳大桥的改建案哦，今仔开说明会，改建案边的旧桥文主的成分取消了，所以有可能会拆掉。也毋过哦，因为附近是水鸟的保护区，甲南阳溪口的湿地，有公民团体就呼吁讲，就毋通拆桥哦，望可能用其他的工程方法来解决涉水的问题。
宜兰的南洋大桥是连接溪北甲溪南重要的交通要道，车流量真大。因为这条桥真旧啊，水路通过面积无够，有安全的疑虑，地方争取要改建。工程由公路局规划发包，初步估计要30亿，工期差不多4年，已经进入综合规划阶段。综合规划的阶段呢，我们必须要依照法规来进行所谓的一个生态检核。公路局伫个二吉社区举办南洋大桥改建工程生态检核地方的说明会，工法按算采用先改建一半的桥，再搁改建另外一半，保留施工的时阵汽机车还阁会当通行。不过参加会议的公民团体有无共看法。桥面体悬等等有几啊种无共款的做法，会当互伊会当符合目前的这种法规所以其实毋是敢若有拆掉，也是讲改建这种的做法。若要改建这条桥，就会影响到边啊原底有历史建筑身份的南洋铁公路桥。这条旧桥去用废纸文字的身份了后，恐惊会去用拆掉。文化界发起抢救的行动，提出行政救济，希望保留这条旧桥。所以我建议说，能不能寻求其他的工法，例如说，目前高滩地是不是能还地移河？因为这个工程伫咧南洋溪口水沼保护区甲滩地附近，有公民团体烦恼讲，若向施工改建这条桥，可能会破坏当地河川的生态。建议会当甲溪埔顶悬的农作物刷走，就会当解决水路密集无够的问题。公路局表示，相关的意见拢会纳入综合规划参考。若旧南洋铁公路桥是要保存还是要废掉，拢有工法会当解决，袂影响工程设计的进度。记者综合报道。宝贝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2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外岛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